Soul Activation with Sylvia。 144000天選之人與天職。啟示錄中提及，有144000人獲得天使蓋上神嘅印，成為天選之人。當人類不斷咁繁衍，144000已成為咗活喺天選之人中嘅基因代碼。你遇上這段冥想，就代表你係擁有144000基因代碼嘅天選之人。冥想透過天使代碼嘅頻率，讓你嘅身體意識啟動144000天選之人嘅基因代碼，喚醒你嘅靈魂天職，成為宇宙揚升嘅推動力。而家首先進行五感調頻，對齊源頭，連接神嘅愛。放鬆牙關，專注呼吸，合上眼睛，或睇住熒幕嘅影像。用心聆聽，敞開內心，接受源頭，連接神嘅愛。而家正式啟動潛藏喺你意識中144000代表天選之人嘅基因代碼。第一個協助你嘅天使代碼係444。444天使代碼已經到咗你身處嘅空間，滲透到你體內，消除所有喺你體內潛藏嘅不安同焦慮，並協助你去下載安全、安定嘅意識，使你擁有強大嘅安全感，實行你靈魂嘅天職。天使代碼666，亦都去到你身處嘅空間，滲透到你體內，去消除所有喺你內心嘅愧疚感，喚醒寬恕。讓你可與自己同別人和解，放下困擾你嘅執念，你可以帶住更廣闊同慈悲嘅心，履行天選之人嘅天職。天使代碼1010開始滲透到你體內，消除所有令你自尊低落嘅記憶同經歷，使你拾回自信同信念，信任你自己就係帶有天職嘅天選之人，發放你嘅光，照亮所有嘅黑暗。
天使代碼1212，開始消除你所有嘅憂慮，讓你可尊重自己嘅靈魂本質，實現成為天選之人嘅任務。天使代碼1616，讓你放下一切嘅埋怨，使你產生心連心嘅同理心，可以療癒自己，同時構成協助他人嘅能力。天使代碼4848，慢慢專注喺你嘅呼吸，準備迎接更高嘅頻率，讓你嘅身心進一步對齊，緊密地連接住神嘅愛。天使代碼9696，讓你放下所有過度嘅操控，注入自由同純真，使你可以效對同臣服於宇宙嘅一切帶領。準備迎接144,000嘅天使代碼。而家你內在已過時同不適用嘅編程同信念將會完全消除，讓到你意識中144,000代表天選之人嘅基因代碼完全喚醒。當你每逢見到144、1440、14400同144000，就係宇宙俾你確認嘅訊息，讓到你相信知道一切就係正確嘅決定。你嘅靈魂已經準備好同你一齊投入天選之人嘅使命，成為推動宇宙揚升嘅力量。發放你嘅光，發放你嘅愛，宇宙同一切嘅神聖，多謝你。